馮小剛今次真係出大件事啦！成個中國影視圈背後嗰啲瘋狂亂象、因果循環嘅規律，遠比大家想象中更加驚人。我研究易經同埋中國傳統哲學已經有幾十年嘅時間，睇盡咗無數人嘅起落浮沉。今次睇到呢啲娛樂圈嘅風波，心入面真係有無限嘅感慨。好多人睇新聞只係當食花生睇熱鬧，但係喺我哋呢啲研讀義理嘅人眼中，呢一切其實都離唔開因果同埋天道呢兩個字。今日我哋就撇開表面嘅八卦，用易經嘅大智慧去深入拆解一下，點解一個曾經喺影壇呼風喚雨、高高在上嘅大導演會走到今時今日呢個地步？成個影視圈嘅資本狂歡到底暗藏住乜嘢致命嘅玄機？呢啲事對我哋普通人嘅人生又有乜嘢深刻嘅啟示？我哋先由時間嘅長河講起，回望返1958年呢個年份，對應八字命理同埋時代大背景，正正係一個充滿動盪同埋變革嘅開端。由一個普通嘅大院子弟慢慢爬上神壇，再到而家60幾歲人，面臨住種種爭議同埋風波，呢段人生軌跡簡直就係易經觀卦嘅完美演繹。大家要知道，易經講嘅從來都唔係迷信，而係宇宙萬物發展嘅客觀規律。觀卦有6個爻，代表住事物發展嘅6個階段，由初9嘅潛龍勿用，到92嘅見龍在田，再到93嘅終日干干，94嘅或躍在淵，95嘅飛龍在天，最後去到上9嘅亢龍有悔。呢6個階段套用喺任何一個喺名利場入面打滾嘅人身上，都係準確得令人毛骨悚然。喺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嗰陣，佢仲係一個喺劇組入面做美工、做助理嘅無名小卒。嗰個時期就係潛龍勿用，潛伏喺深淵入面積聚力量，唔好急於出頭。佢當時好聰明，識得伏低做人，跟喺啲大導演、大作家身邊，慢慢吸收養分，建立人脈。去到1997年，一套賀歲喜劇橫空出世，開創咗內地電影嘅一個新紀元。呢個時候佢就進入咗見龍在田嘅階段，開始嶄露頭角，得到貴人相助，亦都得到咗廣大觀眾嘅認同。嗰陣時嘅佢，電影入面充滿住對普通小市民嘅關懷，幽默得嚟又帶點辛酸，非常之地氣。進入2000年代之後，佢嘅事業開始起飛，可以話係終日干干，直剔若厲。每年一套賀歲片，票房年年報捷。佢日以繼夜咁工作，為咗迎合市場，為咗喺激烈嘅競爭入面站穩陣腳，佢付出咗巨大嘅努力。嗰個時期嘅影視圈雖然開始商業化，但係大家都仲係有種對藝術嘅敬畏之心，做嘢都仲係講規矩嘅。但係人一旦去到某個高度，心態就一定會發生變化。隨住資本嘅大規模介入，去到2010年代，影視圈嘅遊戲規則徹底改變咗。呢個時候佢步入咗或躍在淵，進退兩難。但係最終佢選擇咗擁抱資本，跳入咗嗰個深不見底嘅金錢漩渦。當佢拍出一套又一套票房過億、10幾億嘅大製作，當佢成為咗票房保證，被無數人捧上天嘅時候，佢就去到咗95飛龍在天。呢個係人生最輝煌、最頂峰嘅時刻。但係易經一早就警告過我哋，物極必反。飛龍在天雖然風光，但係如果唔識得收斂，唔識得居安思危，好快就會滑落去。上9嘅亢龍有悔。咩叫亢龍有悔？就係飛得太高，脫離咗群眾，脫離咗實際，驕傲自滿，最終必然會招致災禍，後悔莫及。大家回想下，喺佢最風光嗰幾年，佢講過啲咩說話？佢喺公開場合大罵觀眾，話因為有垃圾觀眾先至有垃圾電影。呢種言論喺義理嚟講就係極度嘅傲慢，係德不配位嘅表現。周易入面有一句話：德不配位，必有災殃。一個人嘅財富、地位、名氣，如果超過咗佢本身嘅德行同埋修養，呢啲外在嘅嘢就唔再係福氣，而係催命符。當你將自己擺喺一個高高在上嘅位置，
鄙視成就你嘅普羅大眾，你嘅福報就已經喺度慢慢流失緊。我哋再睇成個中國影視圈嘅瘋狂亂象，由2015年左右開始，熱錢湧入，咩對賭協議、陰陽合同、天價片酬，全部浮出水面。呢啲現象喺易經入面可以用噬、剋卦同埋掼卦嚟解釋。掼卦講嘅係表面裝飾，虛有其表，成個影視圈金玉其外，敗絮其中。大家唔再關心劇本好唔好，演技掂唔掂，只係關心流量、炒作、圈錢，用虛假嘅繁榮嚟掩飾內在嘅空虛。而噬剋卦就係講咬碎障礙，明辨是非，執行刑罰。當呢啲亂象發展到極致，觸犯咗法律同埋道德嘅底線，天道嘅懲罰就一定會降臨。2018年震驚全國嘅陰陽合同事件爆發，就係一場徹底嘅洗牌。呢場風暴唔單止摧毀咗幾個頂流明星嘅事業，更將成個影視圈背後嗰啲藏污納垢嘅黑暗交易曝光喺陽光之下。呢個就係剝卦嘅應驗。剝卦講嘅係剝落、衰退、群陰剝陽，嗰啲靠虛假資本操作、偷稅漏稅堆砌出嚟嘅龐大帝國，喺國家法規同埋天道規律面前脆弱到不堪一擊，瞬間土崩瓦解。佢身為影視圈嘅核心人物，自然首當其衝，捲入咗呢場巨大嘅漩渦入面。好多人覺得娛樂圈嘅人賺錢咁易，求其拍套戲就幾千萬落袋。呢個世界真係唔公平，但係因果定律從來都係公平嘅。佛家講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這事；欲知來世果，今生作這事。喺易學嘅角度，因果就係陰陽嘅轉化，係能量嘅守恆。你用不正當嘅手段獲取咗巨大嘅財富同埋名利，就等於透支咗你自己未來嘅運勢，甚至會連累到你嘅子孫後代。嗰啲所謂嘅天價片酬背後隱藏住幾多見唔光嘅交易，幾多洗黑錢嘅勾當。呢啲錢帶住極重嘅陰氣同埋業力，你以為你賺咗，其實你係將一個定時炸彈綁喺自己身上。當一個人年過60歲，按照《黃帝內經》同埋命理學嘅講法，人生已經進入咗收成期，應該係頤養天年，回歸平靜嘅時候。但係如果前半生種下咗太多惡因，呢個時候往往就係業力爆發、惡果顯現嘅階段。我哋睇到近年嚟佢嘅電影票房接連失利，口碑插水，甚至連佢嘅個人資產移民傳聞都成為咗大眾攻擊嘅焦點。昔日嘅光環退去，剩低嘅只有無盡嘅是非同埋煩惱。呢個就係易經簡卦所描述嘅情景：山高水險，困難重重，舉步維艱。點解會搞成咁？因為佢違背咗易經入面最核心嘅一個卦謙卦。64卦入面唯一一個六爻皆吉嘅就係謙卦，謙受益，滿招損。無論你幾有才華，幾有成就，只要你保持謙卑，對天地萬物抱有敬畏之心，你就可以逢凶化吉，長保平安。但係影視圈呢個大染缸最容易令人迷失自我，資本嘅追捧、粉絲嘅狂熱，會令人產生一種錯覺，以為自己真係無所不能嘅神。當傲慢佔據咗內心，當利益蒙蔽咗雙眼，人就會做出各種失去理智嘅決定。我哋試下深入剖析內地影視圈嘅資本運作模式，嗰啲對賭協議本質上就係一場豪賭，為咗完成利潤目標，製片方、導演、演員不擇手段粗製濫造，甚至造假票房。呢種行為完全違背咗事物發展嘅自然規律。易經教我哋萬物生長都需要時間，需要順應天時地利人和，但係資本要嘅係快，係速成，係割韭菜，結果就係透支咗觀眾嘅信任，透支咗行業嘅未來。當潮水退去，大家先發現原來好多人一直都係度裸泳。呢場風波唔單止係佢個人嘅悲劇，更加係成個時代浮躁風氣嘅縮影。喺過去呢20-30年，經濟高速發展，物質財富急劇增長，好多人嘅價值觀發生咗嚴重嘅扭曲，笑貧不笑娼，
有錢就係大爺，只要能肯錢，咩道德底線都可以拋諸腦後。但係易經嘅大智慧話俾我哋知，坤厚載物，德合無疆，冇深厚嘅品德作為根基，一切財富同名利都只係空中樓閣，隨時會倒塌。而家好多後生仔睇到娛樂圈光鮮亮麗嘅一面，都發夢想去做明星、做網紅。我作為一個睇透世事嘅長輩，真係想奉勸大家一句：名利場入面嘅水深到你無法想象，裏面嘅爭鬥、算計、誘惑，足以摧毀一個正常人嘅心智。好多明星表面上風光無限，出入坐名車、住豪宅，成千上萬嘅人簇擁住，但係佢哋內心其實非常恐懼同埋空虛，佢哋驚失去而家擁有嘅一切，驚俾人取代，驚醜聞曝光。呢種長期處於極度焦慮同埋高壓嘅狀態，對身心嘅摧殘係非常巨大嘅。易經有一卦叫損卦，損下益上，教我哋要識得減少慾望，懲罰疾欲，只有將過多嘅貪念同埋執着放低，先可以得到內心嘅平靜同埋真正嘅自由。影視圈嘅亂象，歸根究底就係一個貪字，貪財、貪名、貪權，資本貪婪，想榨乾每一分利潤；明星貪婪，想賺盡最後一個銅板。當成個行業都被貪婪所支配，又點可能創作出有靈魂、有深度嘅好作品呢？我哋回顧佢嘅電影生涯，早期嘅作品之所以打動人，是因為裏面有真情實感，有對底層人民嘅同情同埋理解。嗰陣時嘅佢心態係平和嘅，係貼地嘅。但係隨住地位嘅提升，佢慢慢甩離咗群眾，開始追求宏大嘅敘事，追求華麗嘅視覺效果，甚至開始說教，用一種居高臨下嘅姿態去審視觀眾。呢種轉變正正反映咗佢內心嘅迷失。當一個創作者失去咗初心，失去咗對生活嘅真誠感受，佢嘅藝術生命其實就已經走到咗盡頭。呢次事件對於成個影視圈嚟講，其實係一件好事。就好似復卦所講，反生之始也，剝落到極點就係新生嘅開始。經歷過呢場震盪，擠走咗泡沫，清除咗毒瘤，行業先有機會重新出發，回歸理性，回歸內容創作嘅本質。但係對於身處漩渦中心嘅人嚟講，呢個過程絕對係痛苦嘅，係扒皮抽筋嘅，因果報應絲毫不爽。好多人以為只要手段夠高明，背景夠硬，就可以逃脫法律嘅制裁，逃避因果嘅懲罰。呢個想法實在太天真，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易經無妄卦提醒我哋，做人做事要光明正大，唔好有非分之想，唔好做違背天理良心嘅事。一旦種下咗惡因，即使可以僥倖逃脫一時，業力嘅種子亦都會喺暗中發芽生長，總有一日會結出苦果。去到65歲呢個年紀，本來應該係含鴆弄孫，享受人生下半場嘅時候，但而家佢要面對嘅係千夫所指，係名譽掃地，係無盡嘅官司同埋糾紛。呢一切難道唔值得我哋深思咩？人生在世，到底追求啲咩先係最重要？係家財萬貫，定係心安理得？係呼風喚雨，定係平平淡淡？老子話：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長久。懂得滿足就唔會受到屈辱，懂得適可而止就唔會遇到危險，咁樣先可以長久平安。呢句話對於娛樂圈嘅人嚟講，簡直就係至理名言。可惜真正能夠做到嘅人少之又少，大部分人都係被名利嘅馬車拖住狂奔，直到車毀人亡先至醒悟過嚟。我哋普通人睇呢啲新聞，除咗八卦之外，更重要嘅係要從中汲取人生嘅智慧。每個人嘅一生都會經歷觀卦所描述嘅不同階段。當你處於潛龍勿用嘅時候，唔好灰心喪氣，要努力充實自己。當你見龍在田，嶄露頭角嘅時候，要感恩貴人嘅提攜。當你飛龍在天，事業有成嘅時候，千萬唔好驕傲自滿，要時刻保持謙卑。如果你發現自己已經去到亢龍有悔嘅邊緣，就要當機立斷，急流勇退，放低執念，保存自身。同時，我哋亦要明白，
世間萬物都係陰陽交替，盛極必衰嘅。易經泰卦代表通泰、順利，否卦代表閉塞、阻礙。泰極否來，否極泰來，呢個係鐵律。當你好運嘅時候，唔好得意忘形，要為將來嘅低谷做好準備。當你身處逆境嘅時候，亦唔好絕望，只要堅持正道，總會有時來運轉嘅一日。影視圈嘅風暴仲未平息，未來可能仲有更多驚人嘅內幕會曝光。但係無論世界點樣變，天道嘅規律係永遠唔會變嘅。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，唔係唔報，時辰未到。我哋每個人都應該敬畏天地，敬畏因果，踏踏實實做人，明明白白做事，唔好被眼前嘅利益蒙蔽咗雙眼，唔好為咗短暫嘅虛榮而賠上自己嘅一生。講到呢度，我諗起易經裏面嘅鼎卦，鼎喺古代係國之重器，象徵住權力同埋穩固。鼎卦講嘅係革故鼎新，建立新嘅秩序。中國嘅影視圈經歷咗過去10幾年嘅野蠻生長，積累咗太多嘅毒素同埋弊端，而家正處於一個打破舊秩序、建立新秩序嘅關鍵時期。呢個陣痛期係無可避免嘅，只有將嗰啲腐敗嘅虛假嘅嘢徹底清除，先可以培育出真正健康有活力嘅文化產業。而對於嗰啲曾經喺舊體制下呼風喚雨嘅大佬嚟講，佢哋面臨嘅挑戰係最嚴峻嘅。佢哋習慣咗用資本去操縱一切，習慣咗高高在上嘅權力感，要佢哋放低身段，重新適應一個講求透明、講求法治、講求內容質量嘅新環境，簡直比登天仲難。佢嘅隕落其實代表住一個時代嘅終結，嗰個靠炒作、靠關係、靠資本運作就可以輕易獲取暴利嘅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啦。未來嘅觀眾會越來越聰明，越來越識得分辨真假好壞，佢哋唔會再輕易被嗰啲虛有其表嘅大製作忽悠，唔會再盲目崇拜嗰啲冇演技、冇品德嘅流量明星。佢哋渴望睇到嘅係有思想深度、有藝術價值、能夠觸動人心嘅好作品。呢個趨勢其實就符合咗易經換卦嘅精神。換就係換散、消散，將舊有嘅迷信、盲從消散，迎來新嘅啟蒙同埋覺醒。所以我成日同啲後生仔講，無論你做邊行，最重要嘅係要修心，心正則路正，心邪則路歪。大學講格物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。修身正心係一切事業嘅基礎。你睇下影視圈嗰啲跌落神壇嘅明星導演，邊一個唔係因為內心嘅貪慾、傲慢、淫邪而惹禍上身？才華可以幫你走得快，但只有品德先可以幫你走得遠。人生如戲，戲如人生。佢喺自己嘅電影裏面講述咗無數人嘅悲歡離合、因果輪迴，但係去到現實生活中，佢自己卻無法跳出呢個因果嘅大網。呢個就係人性嘅盲點。當局者迷，旁觀者清。我哋睇別人嘅故事總是看得通透，但係輪到自己身上就往往被貪嗔癡所困，無法自拔。易經嘅偉大之處就在於佢提供咗一個超越世俗嘅視覺，等我哋可以站在一個更高嘅維度去審視宇宙萬物同埋人生百態。當你明了咗陰陽消長、五行生克嘅道理，當你睇透咗名利富貴嘅虛幻本質，你嘅心境自然就會變得平和豁達。你唔會再為咗一時嘅得失而耿耿於懷，唔會再為咗虛無嘅名聲而疲於奔命。你會明白人生最珍貴嘅財富唔係戶口裏面嘅數字，唔係頭頂上嘅光環，而係一個健康嘅身體，一個安寧嘅內心，同一班真正關心你嘅家人朋友。時間一去不返，歷史嘅車輪滾滾向前。2024年嘅今日，我哋回望過去嗰幾十年嘅風風雨雨，真係百感交集。中國嘅發展速度太快，快到好多人嘅靈魂都跟唔上腳步。喺物質財富極大豐富嘅背後，係精神世界嘅荒蕪同埋迷惘。影視圈嘅亂象只不過係社會整體病態嘅一個縮影。要醫治呢個病，單靠法律
同埋制度係唔夠嘅，更需要嘅係文化嘅復興，係信仰嘅重建，係傳統道德觀念嘅回歸。我哋需要重新拾起《易經》、《道德經》、《論語》呢啲老祖宗留低嘅智慧寶庫，從中汲取營養，去滋潤我哋枯竭嘅心靈。我哋要學識敬畏天地，順應自然，學識謙卑處世，與人為善，學識克己復禮，節制慾望。只有咁樣，我哋先可以喺呢個紛繁複雜嘅世界入面，到屬於自己嘅安身立命之所，先可以避開嗰啲隱藏喺名利背後嘅陷阱同埋災禍。佢嘅故事未完待續，但係佢嘅結局其實一早已經寫喺咗《易經》嘅卦象之中，寫喺咗因果嘅定律之中。我哋唔需要去落井下石，亦唔需要去過分惋惜，因為每個人都要為自己嘅選擇付出代價。呢個係天道嘅絕對公平。我哋唯一要做好嘅就係以人為鏡，反省自身，行好自己人生嘅每一步。人生嘅下半場拼嘅唔再係財富同權力，而係健康同德行。去到60、70歲，最緊要係求個心安理得，晚上瞓得着覺。如果前半生做下太多業，後半生就必然要承受良心嘅譴責同埋業力嘅反噬。呢種精神上嘅折磨比肉體上嘅痛苦更加可怕。所以趁住仲有時間，多啲積德行善，多啲幫助別人，為自己同子孫後代積累多啲福報。呢個先至係人生最高級嘅智慧。講真，每次睇到呢啲大起大落嘅新聞，我都有一種深深嘅敬畏感，敬畏命運嘅神奇，敬畏因果嘅嚴厲。易經64卦其實就係人生64種不同嘅境遇。無論你處於邊一種境遇，只要你心存善念，秉持正道，都可以逢凶化吉。但如果心術不正，即使俾你抽到上籤，最終都會將一副好牌打到稀巴爛。影視圈嘅水好深，但社會嘅水仲深。我哋每一個普通人都喺呢個巨大嘅社會漩渦入面掙扎求存。點樣先可以做到出淤泥而不染？點樣先可以喺名利嘅誘惑面前保持清醒？答案就喺易經嘅中庸之道入面，不偏不倚，無過不及，唔好走極端，唔好貪得無厭，凡事留有餘地，得饒人處且饒人。咁樣你嘅人生之路先可以越走越闊，越走越穩。大家記住，天作業猶可為，自作業不可活。佢嘅大事件係一面照妖鏡，照出咗資本嘅貪婪，照出咗人性嘅醜陋，亦照出咗因果嘅不虛。希望大家可以喺呢件事入面睇到天道嘅運作規律，睇到修心立德嘅重要性。唔好等到災難降臨嘅時候先至求神拜佛，嗰陣時已經太遲啦。平時多啲讀下古書，修養下身心，對自己百利而無一害。易經唔係用嚟占卜算命咁簡單，佢係一本教人點樣做人、點樣處世嘅哲學寶典。你讀懂咗易經，就等於掌握咗宇宙嘅密碼，看透咗人生嘅真相。你唔會再迷惘，唔會再恐懼，你會以一種平靜而從容嘅心態去面對生命中嘅一切挑戰同埋考驗。最後，我想用周易裏面嘅一句話嚟總結今日嘅話題：積善之家必有餘慶，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。因果報應從來都唔會偏袒任何人，無論你係平民百姓定係大導演、大明星，喺天道面前人人平等。願大家都能夠心存敬畏，多行善事，為自己嘅人生種下善因，收穫善果。這就係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人生智慧。天道成父，真實不虛，大家好自為之啦。